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導遊哥哥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講一單金融界嘅45日極速翻車事件。韓國出事啦，就喺45日前，韓國監管部門親手放行咗一批單一股票2倍槓桿 ETF。佢哋原本個出發點其實係幾好橋，因為近幾年韓國散戶啲錢瘋狂流去海外，炒美股槓桿 ETF、港股槓桿基金，監管睇到都肉赤。與其你哋走出去俾外國人收割，不如留返喺自己屋企俾我收割。唔係，係留返喺本土市場交易啦。結果呢，45日之後，韓國股市熔斷咗好幾次，超過120萬個戶口收到追繳保證金通知，大約36萬個戶口直接被強制平倉，本金清零。最慘嘅係，有人輸晒全部錢之餘，仲倒欠券商。最好笑又最尷尬係咩？當初批准呢件事嗰位金融監管院長，竟然當住全國媒體公開話：我後悔啦，真係由批准到後悔，只係45日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呢場韓國金融45日生死時速。睇完之後，你會明白3件事。第一，呢隻2倍槓桿 ETF 到底係點樣運作？第二，點解韓國股市會搞到自己變成絞肉機？第三，點解 A 股直到今日都唔批准呢類產品上市？其實韓國股市一直都有2個特色。第一，集中度高，三星電子同 SK 海力士加埋已經撐起韓國股市半邊天。第二就係散戶特別中意開槓桿。韓國散戶喺全球都好出名，唔係因為投資眼光勁，而係夠膽借錢炒股。人哋加槓桿係放大收益，佢哋加槓桿好多時係放大人生。之前大量資金湧去美股同港股，就係為咗炒槓桿產品。監管見到啲錢全部流晒出去，唔得，於是決定，與其俾外國收割，不如自己開間合法有牌有監管嘅唔係交易場所。於是5月27日，韓交所一口氣批准16隻 ETF 上市，其中14隻都係2倍做多槓桿 ETF， 全部掛鈎三星電子同 SK 海力士。一上市即刻爆，第一日就恰走超過28億美元資金。更加誇張嘅係，買家有92%都係散戶，92%啊！呢個比例唔係投資，係全民瞓身。仲有一招更加陰，呢啲 ETF 發行價只係2萬韓元，遠低過正股價格。點解？就係降低門檻。以前三星股票你嫌貴，依家2萬韓元就可以上車，聽落好似好貼心。其實就好似賭場免費派籌碼，你以為方便你，其實方便你輸。上市嗰陣，全部 ETF 加埋規模只係約30億美元，唔夠1個月就暴升到約91億美元。最恐怖係換手率，平均每日122%，高峰接近200%。即係咩意思？一日之內同一筆錢平均買賣1至2次，你話呢個叫投資？呢個根本唔係股票市場，係大型輪盤。監管原本想起個主題樂園，點知最後變咗24小時唔收工嘅賭場。咁問題嚟啦，點解呢隻 ETF 會令市場越升越癲，越跌越恐怖？原因其實好簡單。2倍槓桿 ETF 每日收市之前都一定要維持2倍槓桿，多一啲唔得，少一啲都唔得。例如你攞100蚊買 ETF， 基金其實借多100蚊，變成200蚊去買三星或者海力士。如果股票升10%，200蚊變220蚊，你本金由100變120，但係220除120只係1.83倍，唔夠2倍。咁基金就一定要再借錢再追貨，加到240蚊先停。即係股票越升佢越要追，如果跌呢，就相反，股票一跌槓桿變高，基金就一定要買貨。
越跌越賣，所以呢隻產品根本冇情緒，升就追，跌就斬，完全唔理基本面。規則叫佢買佢就買，規則叫佢賣佢就賣，最後就變成加速器。原本股票帶住 ETF 行，依家反過嚟 ETF 開始帶住股票一齊衝落山。更加誇張嘅係掛鈎 SK 海力士嘅槓桿 ETF 規模竟然超過海力士每日成交額4倍，三星都接近3倍，尾巴大過隻狗。原本 ETF 應該跟股票，依家股票反而俾 ETF 拖住走，但真正最陰毒嘅地方仲未開始。大家以為升2倍跌2倍好公平，其實一啲都唔公平。例如三星100蚊，你買2倍 ETF， 第一日跌10%，股票變90，你蝕20%， 100蚊剩80。第二日股票由90升返100，升幅其實係11.1%， 2倍 ETF 升22.2%。80蚊升22.2%，最後只有97.8蚊。睇到未？股票已經返到原位，你反而輸咗2.2%。金融學有個名叫波動損耗，簡單啲講，市場不停上上落落，你本金日日俾人磨蝕。槓桿 ETF 仲要每日重置槓桿，即係每日都幫你實現一次虧損，一日割一刀，日日割。所以槓桿 ETF 只適合一路單邊向上升，一旦市場震盪，唔理先升後跌定先跌後升，本金都會慢慢流血。韓國今次就係遇到最差嘅震盪時，結果14隻2倍槓桿 ETF 唔夠2個月，13隻跌穿發行價，最傷嗰隻跌近36%。最搞笑係三星股價其實仲係微升，但掛鈎三星嘅槓桿 ETF 竟然跌超過1成。所以6月22日，韓國金融監管院長終於頂唔順，公開承認自己後悔。佢仲講得更加直接，呢啲產品換手率太高，券商一年淨係收手續費就可以賺5萬億至10萬億韓元，即係莊家看牢保收，散戶就血本無歸。之後6月26日，韓交所即刻剎車，原本準備上市嘅個股周到期權緊急叫停，可惜已經太遲。7月初，三星同海力士一齊急跌超過6%，相關槓桿 ETF 即日暴跌12%至13%。7月13日更加誇張，韓國股市單日大跌8.95%，觸發今年第7次熔斷。要知道，韓國自2000年設立熔斷制度以嚟，總共先熔斷13次，今年一年就已經佔咗7次，超過一半。海力士單日暴跌15.4%，創上市以來最大跌幅。截至7月13日，超過120萬個散戶戶口觸及追繳保證金，大約36萬個戶口已經被強制平倉，本金冇晒，部分人仲要倒欠券商。單日強制平倉金額高達3442億韓元。45日前，大家仲覺得終於到發達捷徑，45日後本金蒸發，仲背住一身債。依家韓國監管部門研究點樣善後，方案包括將槓桿由2倍降到1.5倍，提高保證金要求，限制換手率，設定交易額上限。留意重點，唔係取消，只係提高門檻。連官員自己都承認，呢啲措施只係暫時止血，解決唔到制度本身嘅問題。甚至有國會議員公開鬧爆，話韓國股市已經變成大型賭場，要求呢批產品直接退市。咁呢件事同 A 股有冇關？有，但唔係大家想象嗰種。三星同三 K 海力士一直都係全球記憶體產業風向標。A 股好多存儲半導體股份都會受韓國市場情緒影響，但今次跌嘅原因唔係 AI 突然唔得，唔係晶片冇需求，而係借錢炒股嗰班人頂唔順。呢個叫流動性危機，唔係基本面危機。
高盛都係咁樣定性。所以如果有人將韓國爆倉同半導體基本面畫上等號，好可能係將槓桿問題誤判成產業問題。最後亦都解答開頭第三個問題，點解 A 股一直冇2倍做多單一股票 ETF？ 因為監管一直都唔批，融資融券有門檻，槓桿比例有限制。好多人平時會嫌點解管咁多？點解韓國買到我買唔到？睇完韓國呢45日，你就明白，有時監管設立門檻，唔係阻住你發達，而係防止你破產。投資世界最重要唔係一晚暴富，而係下一次開市你仲有本金坐喺度。條片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支持。